我哋一定要學識專注同埋精簡，因為好多時我哋嘅計劃之所以失敗，唔係因為我哋做得太少，而係因為我哋想做嘅嘢實喺太多啦。請大家睇下呢張 PowerPoint， 重點只有一個，只有一件事，少但是更好，英文叫做 less but better。大家知唔知道，飛機喺飛行嘅過程入面，其實有90%嘅時間都係偏離緊航道㗎？但點解佢仲飛到去目的地？就係因為佢會不斷修正。所以我俾大家嘅行動指令好清楚，喺嚟緊呢90日，請你只係設定1到3個核心目標，千祈唔好貪心，因為如果你咩都想要，你嘅精力就會被分散，最後可能一樣都做唔成。使徒保羅喺腓立比書3章13節咁樣講：我只有一件事。保羅唔係懶，相反，佢係一個極度專注嘅人。神呼召我哋喺呢個咁喧鬧、咁多干擾嘅世代，學習乜嘢叫做專注衝刺。弟兄姊妹，大家一齊嚟試下精簡自己嘅生命，將最好嘅力氣留返俾神最想你做嗰件事啦。每日行動1、2、3法則，呢個法則可以幫我哋避免瞎忙，確保每一天都係向標杆直跑。最頂層係1，核心任務 Deep Work， 每日要用2至3小時先做呢樣最重要嘅事，例如讀經、祈禱，或者你嘅 SMART 目標入面嘅關鍵行動。第2層係2，緊急任務，例如回電郵、開會。第3層先至係3，維護雜事，例如家務、瑣碎工作。關鍵原則一定要先做完1，先至可以開始做3。如果一日完咗都未做到核心任務，就唔好安慰自己話我好忙。呢個法則幫助我哋將有限嘅意志力用喺最有永恆價值嘅事上。靠住聖靈，我哋可以每日都活出專注嘅生命。每周復盤，校準你嘅屬靈羅盤。建議時間，每個周日晚上抽出30分鐘安靜喺神面前。第1步，感恩，數算最少5件恩典，無論大小都要數算。第2步，回顧，檢視呢個星期嘅高光時刻同失敗地方，唔好自責，只係誠實面對。第3步，計劃，設定下周嘅Big 3，即係最重要嘅3樣事。第4步，交託，將呢啲計劃交託俾神，記住箴言16章3節，你所做嘅要交託耶和華，你嘅計劃就必成功。每周復盤係保持90天動力唔墜嘅關鍵儀式。當我哋定期校準羅盤，就唔會偏離神為我哋預備嘅航道。讓堅持變有趣，屬靈生活遊戲化。意志力係有限嘅，但樂趣係無限嘅。我哋可以將枯燥嘅紀律轉化成闖關嘅喜悅。第1個方法，標準積分賽。每日讀經或者服侍都設定積分，每個月結算一次，睇下自己進步幾多。第2個，忘記背後挑戰。寫低失敗同壞習慣，然後物理上燒毀佢，撕碎或者燒掉，象徵我哋同過去告別。第3個，屬靈獎賞。達成目標之後，獎勵自己一場敬拜之夜，一本好書，或者安靜同神相處，而唔係物質消費。核心洞見，將屬靈操練變成遊戲，我哋就會更加享受過程，而唔係只靠勉強。神喜悅我哋用創意同喜樂去親近佢。天路同步走，夥伴與問責。傳道書4章9節講，2個人總比1個人好。我哋唔係1個人打仗。有幾個實戰方法：禱告輪盤，每2周隨機分配禱告夥伴，保持新鮮感。失敗派對，幽默地分享本月嘅搞砸時刻，互相代禱而唔係定罪。恩賜交換，用你嘅強項去補足夥伴嘅弱項，大家互相扶持。核心洞見，我哋需要嘅唔係完美嘅榜樣，而係能夠一齊跌倒後爬起來嘅夥伴。揾一個或者幾個屬靈同行者，呢個90天會完全唔同。數位管家，用 AI 加速你嘅計劃。原則就係，好像尼希米用工具重建城牆，我哋可以用 AI 嚟管理時間同資源。AI 可以做你嘅數位書記，幫你整理計劃，
提醒行動步驟，甚至根據聖經原則幫你優化時間表。例如，你可以問 AI， 根據腓立比書3章13至14節，幫我為2026年制定一個 SMART 計劃，包含每周行動步驟，但記住順序，先祈禱，再問 AI 規劃，然後靈裡確認，最後執行。核心洞見 AI 唔係取代神，而係幫助我哋節省規劃時間，讓我哋可以更加專注喺與神與人嘅關係上。善用工具，榮耀神。我嘅2026行動卡，呢張卡係呢個系列嘅總結同承諾，請大家準備紙筆或者截圖呢張幻燈片，一齊填我嘅內在指南針。我天生熱愛嘅係乜嘢？神賜俾我嘅熱情同恩賜係乜？我嘅 SMART 目標，具體寫低一個或者兩個最核心嘅目標，彈性範圍、衝刺、標杆、底線3個層次。我嘅夥伴，我將邀請邊個一齊同行？核心洞見，截圖或者影印呢張頁面，呢係你對神同對自己嘅莊嚴承諾。弟兄姊妹，90天之後，我哋再一齊回顧睇下神做了乜嘢。願神保守我哋專注、堅持、同行，一齊奔向標杆，得着神喺基督耶穌裏召我哋向上嘅獎賞。